大家好啊！因為小朋友要幼稚園面試，所以我哋好耐時間冇出嚟玩啦。我哋今日嚟呢個珠海湯臣培建透明工廠玩，呢度係4A 級國家旅遊景點，係一個以營養為主題嘅探索館。營養館入面呢，有好多遊戲可以體驗。我哋仲可以睇透明工廠，換上參觀制服，一齊去了解工廠嘅生產線同埋營養產品。跟住就去營養餐廳度食飯，一齊嚟享受呢個簡單快樂嘅營養之旅啦！我哋珠海揸車過嚟大概40公里，呢邊有得免費泊車。我哋朝早到達嘅時間係11點半。我哋首先去營養餐廳度食咗個中午飯，再去睇。提大家，營養餐廳嘅食飯時間係11點半到1點半。佢係喺員工餐廳嘅上面。餐廳嘅形式呢係自助餐，成人38蚊位，兒童20蚊位，1米以下嘅呢就唔使錢。餐廳嘅環境呢係幾大㗎，仲有一個好大嘅 mon 去宣傳佢嘅產品。我哋一齊睇下咩食。喺呢個價位呢，食物嘅質素呢都係好好㗎。燒雞翼呢整得好香啊，小朋友食咗好多隻。食飽飯，而家入去參觀啦。參觀嘅部分分為2個，一個係營養探索館，另外一個就係營養透明工廠。我哋首先去遊客中心兌換門飛，記住個門票唔好抌啊，因為最尾可以去雲健康中心嗰度做身體檢查，有2項係免費㗎。門票嘅價錢我哋3大3細呢 total 就係188蚊，有2個小朋友唔夠1米，所以係免費嘅。營養探索館有2層，我哋喺1樓玩到2樓。正式參觀開始啦！我哋第一個去嘅地方就係時空長廊。時空長廊係展示人類發展史嘅過程，了解營養呢個概念嘅展廳。
遊戲同運動結合埋一齊，呢部單車科技感好強啊！我哋踩嘅時候呢，佢會發藍光，同埋個遊戲就會開始噶啦，仲會計算埋身體嘅數據。跟住呢個機械人咬手瓜，我哋大家一齊都敵唔過呢個機械人啊！接下來係模擬打棒球遊戲，仲有呢個可以了解你飲食習慣嘅智能餐台，科技感都好足啊！你可以選擇自己食嘅食物，去計算你平日嘅營養吸收。仲有呢個鍛煉深蹲嘅運動遊戲，我哋係要避開揾食。呢個係 VR 滑雪體驗，跟住落嚟呢個係4合1遊戲，好適合4個人嘅組合去玩。佢哋有往返跑啦、記憶盒子啦、旋轉追求、6邊彈球。最多係4位玩家同時比賽，系統會自動計分，最高分嗰個就會贏㗎啦。玩完1樓，我哋啲大人已經冇晒力啦。不過小朋友嘅精力係無限嘅，我哋大人可以去到2樓放鬆休息，然後就嚟到2樓呢個快樂星球，俾小朋友全力放電。呢個係魔鏡長廊。小朋友會企喺指定嘅地方，然後熒幕上面就會出現動物，佢哋就可以互動，可以餵飼料俾動物。佢仲會轉換唔同嘅場景，可以同其他動物一齊玩。跟住呢個係營養城探索，小朋友玩到不亦樂乎啊，唔肯走添啊！首先呢，你要喺平板電腦度揀一個你鍾意嘅車，然後畫上顏色就可以傳送去營養城啦。跟住呢，你畫咗顏色嗰隻車呢，就會出現喺營養城入面，同病毒一齊對抗。
然後就可以保護呢個城市。而家嘅畫面可以見到綠色嘅病毒喺呢個城市搞破壞啊！我哋需要合力將病毒擊退。呢度2樓仲有一個咖啡藝術空間，攰咗就可以去咖啡廳入面休息。入面都放咗啲藝術品係俾我哋參觀。呢個作品俾我嘅感覺好似電影入面嘅德州電鋸人啊！最尾嘅部分就係雲健康中心。攞出我哋啱啱嘅門票，做個登記就可以進行身體檢查啦。完成測試之後，大概30分鐘就可以睇到報告嘅內容。而家嚟到最後一個項目，就係參觀透明工廠。參觀之前要換套參觀工作服，洗乾淨隻手就可以出發啦。參觀嘅內容係主要了解佢哋嘅產品生產線，包括係原料嘅製作、後期包裝，每個環節都可以睇到佢哋嘅機器。不過我哋參觀嗰一日就冇見到機器喺度運作。好啦，嚟到今次行程嘅尾聲啦。呢度係一個營養同科技遊戲結合嘅地方，可以俾小朋友一個營養嘅概念。我哋大人同小朋友一路行一路玩，就會覺得好得意。透明工廠入面仲會有個展廳係講解一啲基礎嘅營養知識，小朋友見到都覺得好開心啊！好啦，我哋今日呢度就結束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